就多謝大家收睇呢一條嘅影片。咁呢條影片嘅標題係多種特色針法嘅教學同埋綜合嘅應用。咁呢個就係第一堂嚟嘅，咁就主要講各種針法背後嘅原理。咁就容我浪費少少時間做一個自我介紹先。我係李喬雲中醫師，我係一名香港嘅註冊中醫師嚟嘅。咁我本身就中意鑽研針灸啦。咁點解我會選擇學習針灸呢一門嘅治療手法呢？咁就其實我喺執業初期嘅時候呢，我就有諗過，不如就深造內科啦。但係就將心比己，我就覺得病人應該都會選擇年資較高嘅前輩去開藥睇症，咁就覺得一開頭就鑽研內科喺個市場嚟講競爭力都唔係好夠。咁我就有嘗試諗過啊，不如我去學習推拿啊、正骨嘅技術啦，但係就奈何可能天分唔夠，咁就其實學完都好，技術都相當粗糙。咁就喺嗰個時空嘅背景底下嘅我呢，我會希望自己可以學習到一門，就又可以小眾啦，又可以治療到內科病啦，又可以治療到痛症嘅一樣手法或者工具。咁我最後就選擇咗針灸去深造嘅。咁就針灸，我一開頭都係跟翻教材，就學習穴位嘅定位啦、功效啦，同埋經絡嘅走向啦，咁樣去學習。之後就學習一啲針灸嘅配對，例如近三針咁樣。之後我開始就覺得係有成功感嘅，但係慢慢我就感受到呢一種嘅學習方法嘅限制，就譬如，有啲公公婆婆坐輪椅過嚟嘅，佢同你講話腰痛，咁就如果佢有家人陪伴啦，或者真係婆婆都願意係我哋扶佢上去嗰個治療床趴喺度針灸嘅話咧，咁嗰個療效咧就都幾好嘅。但係如果婆婆唔肯離開張輪椅嘅話，咁其實佢嗰個治療嘅穴位咧就選擇少咗好多啊！咁嗰時嘅我都係淨係識得係針委中啊或者束骨穴咁樣嘅，咁就更加有一啲因為異性嚟睇症嘅唔方便啦，就例如誒患者係女性嘅，佢膊頭痛，咁就我想針佢天中穴，咁就每次都可能要係叫佢迴避下，就除咗件上衣，跟住攞毛巾蓋住，之後先至可以落針，所以就覺得呢樣嘢再長遠落嚟都係好麻煩嘅一件事，咁就我就會學習咗其他嘅針法，睇下可唔可以彌補到呢個傳統嘅針法嘅不足啦。之後就學完一套針法，咁就發覺嗰一套針法都有啲限制喎。之後就再學其他嘅針法，咁樣就如此類推。而家就暫時就可以因應唔同嘅情況，就選擇唔同嘅針法去應對咁樣咯。咁點解我會將自己嘅針灸心得，跟住就拍成一個課程，跟住就呈現俾大家咧？咁就隨住自己嗰個針法嗰個水平高咗，咁睇病嘅難度都開始有少少高咗啦。咁就我對針灸係有信心嘅，但係有時患者或者患者家人會講啊，李醫師啊，可唔可以開埋中藥俾我食啊？咁樣呢個時候就覺得自己嗰個內科水平其實同個針灸真係差好遠好遠，嗰個信心係唔係好大，所以想暫時放低針灸，然之後就向內科就進發咯。咁就呢條片就希望講，就算講唔晒每種針法嘅嗰個操作原理係點樣啦，都希望係可以俾到一啲心得俾大家，就係哦，原來呢一樣嘅針灸要咁樣去學好佢嘅，就係咁。我呢個課程嘅大綱方面啦，咁我希望呢堂就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就係簡述一個針法嘅基本原理，或者係呢一套嘅理論，佢需要注意啲乜嘢嘅心得同埋細節。因為我覺得學習一樣嘢，熟知到佢嘅理論咧，就可以靈活咁樣喺現實環境度運用。
咁其實就舉個例子啦，好多人肩周炎，佢識得針肩三針，但係佢有冇諗過其實肩三針就係將針係吉入喺佢嗰個肌肉同肌肉之間。咁呢個方法其實可以用喺其他嘅嗰個環境底下嘅，所以我希望可以話到一啲呢個理論佢要注意一啲咩嘅細項俾大家聽。咁之後到各論方面啦，就係講下每一種嘅針灸方法佢嘅具體嘅操作同埋適應症啦。最後就係對比唔同嘅針法，佢有乜嘢嘅優點，有乜嘢嘅缺點。最後同埋係一個醫案嘅分享啦，咁就希望大家可以透過一啲案例就知道其實可以點樣選擇一啲穴位或者係治療嘅方法。呢個課程嘅對象呢，咁就我希望係已經有經絡穴位知識，但係唔知道點樣應用嘅針灸從業員啦。或者係已經熟習咗書本嘅針灸方法，希望學習其他針法嘅針灸從業員嘅。咁呢條影片呢，我就唔建議冇針灸知識基礎嘅針灸初學者去觀看嘅。因為呢個課程就唔會話講述一啲太基礎嘅知識，就例如合谷穴喺邊啊，足三里有咩用，咁就呢條影片呢，就唔會講呢類型嘅知識，咁就大家可以睇之後我陸續分享嘅針灸基礎嘅知識啦，睇完嗰度啲影片就再翻嚟睇呢條影片嘅課程所包含嘅理論簡介，咁我認為就有經絡嘅理論啦，就係我哋教材講嘅14正經啊、奇經八脈啊、穴位啊等等嘅呢啲理論知識。第二個詮釋理論，第三個八卦理論，第四個時空理論。之後我就會講，我認為學習呢啲理論入邊要注意一啲乜嘢嘅細節或者係心得，跟住就會影響到針灸嘅療效嘅。先講咗點樣學好我哋傳統嘅經絡理論嘅針灸方法啦，咁我認為要注意以下幾個細節嘅。第一個就係要掌握穴位嘅穴性，第二個咧就係要掌握經絡同埋人體解剖嘅結構，第三個咧就係掌握補瀉手法嘅意義同埋操作啦，第四個就要掌握呢個穴位嘅深度嘅。點解要熟知穴位嘅穴性呢？我呢個標題寫得唔好，我嘅意思係需要理解佢穴位個穴嗰個名個定義係咩？就舉五腧穴做例子啦。咁就五腧穴就係氣血喺經絡循行嘅時候，佢嗰個穴位嘅深淺度嘅狀態嘅唔同，就歸納咗有5個穴位，就係井營輸經合咁樣。就例如井穴，佢係比較淺嘅穴位嚟嘅，佢係氣多血少，所以佢有好強嘅攻邪同埋瀉實嘅作用。而我哋嘅合穴呢，因為佢係一個氣血最旺盛嘅嗰個狀態，所以用合穴呢，佢可以用佢嗰個穴位入邊嘅氣血去做補嘅效果。咁所以就理解佢嗰個穴位嘅定義，就對我哋理解佢嗰個穴位嘅嗰個性能呢，就有好大嘅幫助。咁就再舉一個例子啦，就交匯穴。咁交匯穴呢，主要可以分咗2種。一種咧就係絡穴，一種就係百脈交匯穴。咁絡穴就係臟同腑喺個經絡上邊溝通嘅嗰一個穴位嚟嘅。就例如肺經嘅絡穴就係用嚟同大腸經溝通啦。咁大腸經嘅絡穴亦都係用嚟同肺經去溝通嘅。咁所以絡穴佢嗰個性能有治療呢個表裏合病嘅嗰個功用。咁而百脈交匯穴方面啦，就係一個穴位佢可以同奇經百脈係聯絡嘅，所以亦都可以用佢去治療奇經百脈嘅疾病。咁至於輸募穴嘅定義啦，咁就募穴方面啦，你會發覺可能脾嘅募穴唔知點解佢會肝經嘅，咁因為佢其實係脫離咗我哋嘅經絡系統㗎。咁就佢嘅嗰個定義就係嗰個穴位針下邊係最接近我哋真係嗰個臟腑嘅嗰個位置，就譬如我哋中脘穴啦，針下邊咧係好接近胃部嘅。
咁就關元穴又係啦，針下邊亦都係好接近小腸嘅。咁就輸血方面咧，就其實就係我哋12個嘅臟腑，佢嗰個元氣就流止咗喺我哋嗰個膀胱經嗰度。咁就佢係我哋本身臟腑嘅元氣嚟嘅。咁所以就點解輸募配穴法係補法咧？咁就其實係先刺咗個募穴，等佢嗰個臟腑開咗孔先，然之後將本身屬於佢嘅元氣再留住翻落去度，咁就完成咗呢個補法嘅個意思。所以佢要學好傳統嘅經絡理論咧，就要熟知例如五腧穴啊、交匯穴啊、腧穴啊、募穴啊、下合穴啊呢啲嘅定義咧，就會對臨床上治療用針灸選穴咧嗰個幫助會好大。點解要掌握經絡同埋人體嘅解剖結構咧？就因為其實穴位嘅性能亦都會隨住解剖結構嘅唔同而有所改變。就例如你面對咗一個氣虛嘅患者啦，咁就成日容易感冒啦，或者唞氣唔順咁樣啦。咁你希望選取一個補氣嘅要穴去治療佢嘅時候咧，咁就例如膻中穴又係補氣嘅要穴，關元穴又係補氣嘅要穴。咁你會選取乜嘢嘅穴位咧？咁就膻中穴去補氣嘅原因係因為佢係中氣匯聚嘅地方，而關元穴佢可以補氣嘅原因係因為佢係元精化做元氣嘅地方嚟嘅。咁按翻頭先我講嘅例子啦，咁就如果患者係呼吸唔暢順、肺氣虛弱嘅話咧，咁就其實選取膻中穴係更加好嘅選擇嚟嘅。咁當然如果佢係攰啦、冇動力啦、四肢啊即係手手腳腳不溫嘅時候咧，選取關元穴係更加好嘅選擇嚟嘅。所以學習傳統嘅針灸咧，咁就亦都需要由經絡啊或者近部嘅解剖嘅結構去了解佢哋嘅性能。就傳統嘅針灸亦都需要去注意針灸手法啦。咁點解針灸需要配合手法？咁其實針灸書上邊有講針灸有咩功效。第一個咧，咁就係調整臟腑嘅功能。咁就因為本身經絡就係臟腑之間溝通嘅一個橋梁嚟啦，咁就刺激穴位，咁當然就可以俾信息個臟腑就調整自己功能。咁呢樣嘢咧就唔需要用到針灸嘅手法嘅。咁就第二樣嘢，咁就可以補虛瀉實。咁呢個就需要配合到針灸嘅手法啦。第三樣嘢，調和陰陽。所以其實針灸嘅手法咧，主要係用喺第二同第三方面嘅，即係補虛瀉實同埋調和陰陽方面。而家就由補虛瀉實方面開始講起啦。咁究竟針灸點樣可以補虛咧？有部分嘅醫家就質疑，其實針灸係冇補虛嘅效果嘅。因為佢發覺由落針到起針成個嘅針灸過程，其實患者都冇補充過任何嘅物質，所以咧就有句說話話針瀉藥補，針係一個瀉嘅一個治療工具嚟嘅。就無論喺《黃帝內經》又好啦，針灸甲乙經又好，都可以睇到針灸補法嘅意思。咁就先從針灸甲乙經開始講起啦。咁就針灸甲乙經就講，瀉若營之，營之意必持而內之，放而出之，排陽出針，疾氣得泄，按而引針，是為內溫，血不得散，氣不得出，補藥隨之。咁嘅意思就係你按住嗰支針，就令到佢下邊嘅氣血流動不暢，然之後就導致佢有嗰個局部嘅氣血壅滯，就達到補法嘅目的。於《黃帝內經》裏邊講咧，補必用元，瀉必用方。咁元呢個字，其實我喺網上邊聽過有兩個比較合理嘅講法。第一個講法咧就係元運動嚟嘅。
就呢度係我哋嘅嗰個圓運動啦，咁就會見到，如果係嗰個圓係順時針咁轉咧，其實係以一個雙身嘅嗰個規律去運動嘅，咁就所以鏈轉嘅補法亦都係順時針轉嘅。第二個講法就係圓係解不斷嘅運動咁解，就隨住自己嘅氣血不斷咁樣去運行啦，就可以排除一啲嘅雜質。咁就總結啦，咁就針灸嘅補法係可以透過加速氣血嘅流動，同埋控制皮膚嘅針孔大細去達至呢個咁嘅目的嘅。針灸嘅瀉法嚟講啦，咁就比起補法嚟講就相對容易理解嘅，因為針灸可以提供一個出口去俾邪去外出。最著名嘅例子就係喺風池穴要帶個針孔去風解表啦。咁就頭先針灸甲乙經都有講過，排陽出針，疾氣得泄，亦係講緊針灸去除一個胃氣嘅方法。咁就刺絡嘅放血啦，亦都係針灸瀉營嘅一個方法嚟嘅。針灸係點樣去調整陰陽呢？咁就有句説話講：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咁就針灸就可以透過唔同嘅針法去產生一個涼感或者熱感去調整陰陽嘅比例。咁何況亦都可以用輸液入邊嘅迎穴同埋合穴啦。咁就煮火同埋水，跟住佢哋可以去調整我哋身體嘅陰陽比例啦，或者係失眠、心腎不交嘅時候，亦都可以透過瀉我哋嘅勞宮穴啦，就補我哋嘅太溪穴，去調整翻心火同埋腎水嘅關係嘅。個重點就係針灸要講究針刺嘅深度。咁點解呢？就頭先補瀉手法嗰度有講，針灸其實係有控制營衛流動嘅能力嘅。喺呢個《黃帝內經》嘅《素問次要論》有講，病有浮沉，刺有淺深，各知其理，無過其道。過之則內傷，不及則生外癰，癰則邪從之。所以古人都認為，如果係錯誤嘅針灸嘅深度，就可以導致氣血嘅壅滯。咁就古人啦，就為咗可以針對唔同部位嘅病邪，亦都設計咗9種唔同嘅深度嘅針具啦。總結經絡理論嘅針灸要點呢？第一個，咁你可唔可以清楚經絡嘅流向啊？第二個，可唔可以熟知嗰個穴位代表嘅穴性？第三個，佢嗰個穴下邊嘅組織係咩？第四個，補瀉嘅手法係咪用得恰當啦？第五個，針下邊嘅位置其實係咪對應住個病位㗎？而家就解釋我掌握嘅第二種嘅針灸原理——詮釋理論。咁就中醫素來都有整體嘅觀念啦，咁就認為局部同整體係互相關聯嘅。咁舉個例子啦，就中醫可以透過面診、舌診、把脈去了解病人全身嘅狀況啦。咁就或者再講得簡單啲啦，就去足底按摩嘅時候，一啲技師都可以透過按我哋一啲嘅反射區，咁就知道我哋嘅身體狀況。然之後詮釋理論呢，就係用呢個咁嘅理論去進行治病嘅。理論最簡單最常見嘅一個針法，耳針啦、頭皮針啦，或者係比較少聽過就係第二指骨嘅全息針。既然詮釋嘅理論嘅針法都係對應住全身，咁學一種咪得咯。咁點解要掌握多種嘅詮釋嘅針法啊？咁就其實呢，佢哋唔同嘅詮釋針法，佢哋嘅效果都會有唔同。好似耳穴方面啦，就張氏耳針認為耳穴呢係比較專治內臟嘅疼痛，再加埋因為佢可以透過一啲嘅磁珠或者係黃不流行子去刺激，所以就係一個持續嘅療效嘅一個療程嚟嘅。
咁就頭皮針方面啦，方士頭皮針就認為頭部係諸陽之會，係陽氣充盛嘅位置嚟嘅，所以就有療效迅速嘅嗰個表現。而頭部亦都係由頭骨組成啦，所以佢治療骨科同埋關節嘅疾病係比較顯著嘅。然之後到董事方面啦，佢認為咧，只要係喺全息區鄰近嘅位置加針嘅話咧，佢就可以發揮到一個比鄰嘅效果。咁就呢個就叫做杜馬嘅針法，可以因應患者唔同嘅需要，就選擇比較適合嘅全息針法去治療嘅。咁就下一步啦，全息針法點樣先至可以發揮到佢嘅療效呢？第一樣嘢就要學識揾佢嘅反應點。咁因為個理論係局部係蘊含住整體嘅信息，當整體某一個位佢有病變嘅時候咧，喺佢個局部佢會有一啲異常嘅情況出現嘅。就譬如喺局部佢會揾到壓痛點啦，或者有變色啦，或者有丘疹等等。而喺嗰個位置施針咧，療效會比較好嘅。咁就下一步啦，就要揾出異象。咁就係解釋就係嗰個部位同原本病變嘅位置越相似咧，咁佢療效就會越好。就舉個例子啦，咁就患者如果後尾枕疼痛嘅時候咧，就可以攞昆侖穴去治療。咁呢度係我哋個人嘅頭部嘅後尾枕啦。然之後可以見到右圖嚟講咧，我哋嘅昆侖穴咧，其實亦都喺嗰個頸部嘅位置嘅，所以就用佢嚟去治療咧，就會有個更好嘅效果啦。第三樣嘢要揾出呢個病灶部位嘅深度啦，咁就睇返嗰個患者究竟係皮啊、肉啊、脈啊、筋啊，定係骨嘅位置出現病變。就舉上述嘅例子啦，如果個患者係後尾枕痛，佢話佢覺得好似啲筋扯住咗佢痛。咁就喺昆侖穴入邊，佢將嗰個針尖向住阿基里斯腱去針刺嘅時候咧，佢個效果會比較好。咁就如果直接係拮落啲肉度啊，或者係掂到嚿骨，佢嗰個效果係冇向個筋去針咁顯著嘅。就到第三種嘅針灸嘅理論，就八卦理論。呢度就開始會涉及一啲嘅道學。咁首先解釋咗乜嘢係八卦先，咁就古人咧其實會將事物嘅兩面性咧就分為陰陽嘅，咁就例如係正面啦、反面啦、上啦、下啦、光啦、暗啦，咁佢認為每一個事物都有嘅，咁就下邊呢個就係代表陰陽嘅符號，咁陽就係一條嘅橫線。陰咧就係兩條，中間係空咗一條嘅。咁在古人認為，就算係陽都好，佢都會有陰嘅一面；陰都好，佢都會有陽嘅一面。咁舉個簡單啲嘅例子啦，例如男女方面啦，男當中亦都有比較有男子氣概啲嘅，或者係有比較柔弱啲嘅；女亦都有比較女漢子啲嘅，或者係比較溫文爾雅啲嘅。咁就亦都可以將呢個陰陽再分四份，咁我哋叫做四象啦。然之後八卦就其實係再將四象再二分咗去，咁就形成咗一個八卦。最出名嘅八卦有先天嘅八卦同埋後天嘅八卦。咁先天嘅八卦咧，就係古人觀察天地日月升降嘅時候咧，就構成嘅。咁就假設我哋嘅人就企喺呢一度啦，咁就地咧就喺下方，天喺上方，咁就太陽就係由東邊升起啦，由西邊降啦，就係類似咁嘅構圖嚟嘅。咁就佢哋互相嚟講咧，佢哋嘅陰陽比例咧係完全係倒置嘅，咁就形成咗一個叫做太極嘅狀態。
但係先天嘅八卦咧係講緊一個自然界嘅規律，但係我哋人咧係由天地嘅氣相交而成嘅，就唔止我哋人啦，萬物都係啦。咁其實呢一個嘅先天八卦圖咧就唔可以喺我哋嘅用喺我哋人嘅規律嗰度。然之後周文王咧就將呢個八卦咧就按成像物品嘅規律重新排列啦。咁就形成咗呢一個嘅後天八卦圖，其中啦地氣喺上邊啦，天氣喺下邊啦，咁就代表咗呢個咁嘅天地氣相交而形成嘅萬物嘅規律嚟嘅。咁就之後會再詳細講一啲八卦嘅理論嘅。咁點解後天八卦佢可以應用於落去人體？就好似頭先講過啦，周文王就根據已經成像咗嘅萬物嘅規律去將呢個後天八卦去排列，所以其實喺呢張圖可以睇到類似人嘅一個構造嘅，就例如心火或者係頭部唔怕凍嘅地方咧，就喺上方，然之後就掌管水啊或者係怕凍嘅位置都喺下方啦。然之後就亦都係有左升右降嘅表現啦，而一個順時針轉亦都係一個雙生嘅規律嚟嘅。八卦嘅理論點樣可以影響到我哋針灸呢？第一樣嘢就係設立一個太極點，就利用八卦嘅卦意去治病啦。咁就最出名就有呢個八卦嘅持針，有八卦掌針啦，或者係八卦嘅頭針嘅。而另外咧，亦都有利用八卦去對應住經絡嘅陰陽比例去治病嘅。咁就例如有譚氏天應穴啦，或者陳照嘅易學針灸，咁佢就用住經絡嘅陰陽比例去調和一個病灶嘅。第三個八卦佢可以透過計算個時空針法。咁就有靈龜八法同埋飛騰八法啦。要學識呢兩種針法咧，其實都要有八卦嘅知識嘅。八卦理論嘅針法需要掌握乜嘢嘅要點咧？第一樣嘢要掌握每個卦象代表嘅意義。第二樣嘢就掌握卦同卦之間嘅關係啦。第三樣嘢就要避免選取喺易經64卦入邊咧屬於空嘅卦辭嘅。講述我掌握嘅第四種嘅針灸理論就係時間嘅針法啦。咁我哋中國嘅醫學素來都有講時間對生物嘅影響，就例如春夏秋冬生物有生長收藏嘅表現啦，亦都有24節氣養生嘅習慣。咁就按時辰嚟講啦，應該大家都會聽過，可能夜晚11點鐘就行肝經。晏晝11點鐘就行心經，咁就代表嗰一段時間嗰個經絡嘅氣血會旺盛啲，所以就可以加強去治療嗰個經絡嘅疾病啦。咁呢個就係時空針灸嘅基礎原理嚟嘅。咁時空針灸嚟講啦，咁就有一個方法好出名嘅，就係叫納指法，就係嗰一日嘅嗰個時辰嘅臟腑就係呢個咁嘅當值嘅經。咁呢張就係我哋嘅子午流注圖。咁呢張圖有乜嘢用呢？第一樣嘢，咁佢可以用嚟做補瀉嘅。咁如果一個患者係實症嘅時候啦，咁就係可以喺嗰一個時辰入邊，喺佢嘅五輸液嘅子穴入邊用瀉法嘅。咁如果佢係虛症嘅話啦，咁佢可以嗰個喺嗰個時辰就完嘅時候啦，咁就可以幫佢用武穴做補法嘅。第二樣嘢，咁就可以知道治療因時而發作嘅疾病嘅依據啦。究竟一個患者每逢某個時辰開始疾病加重，佢究竟係邊一個臟腑會出現問題呢？第二個用時間去選取穴位嘅針法就係納甲法啦。咁就納甲法就多咗日子嘅概念。咁納甲法有咩用呢？佢可以知道當日最強嘅一個治療嘅經絡。咁譬如今日係甲日，甲咧
係代表膽，所以嗰一日治療膽病或者用膽經嘅氣血係比較旺盛一啲嘅，咁我哋就叫做當值經。咁就亦都可以知道當時嘅氣血最旺盛嘅穴位喺邊啦。咁呢個我會喺課堂入邊再分享俾大家聽。關於時間嘅針法，最出名就係靈龜八法同埋飛騰嘅八法。咁佢哋其實咧係透過呢個九宮八卦、河圖洛書數啦，再配合埋百脈交匯穴，透過計算嘅方法咧，就揾到嗰個時間應該選取邊一對嘅百脈交匯穴嘅。咁就靈龜八法，佢可以調和全身嘅陰陽啦；而飛騰嘅八法，佢可以清瘀同埋排毒嘅。頭先無論係納甲法又好，納指法又好，靈龜八法又好，飛騰八法又好，主要係講緊嗰一日嗰一個時間應該選取乜嘢嘅穴位，佢會有最大嘅補益效果。但係其實喺《黃帝內經》裏邊咧，亦都有一個工具叫做五運六氣，就可以攞嚟計算來年嘅嗰個氣候嘅特質係點。咁就呢一套工具亦都會俾人攞咗嚟做一套針灸方法啦。咁就叫做黃門十變法。可以睇到呢張圖就見到，當甲同埋己合用嘅時候咧，佢就會合土；乙同埋庚合用嘅時候就會合金。丙同埋辛合用嘅時候就會合水，丁同埋壬合嘅時候就可以合木，之後就戊同埋癸嘅時候就可以合火。咁呢樣嘢佢有乜嘢嘅對針灸有咩指導價值呢？第一樣嘢有咗夫妻經嘅概念，就譬如膽經佢係屬甲嘅，咁如果佢有病變嘅時候，佢就可以用佢相配嘅己經，即係脾經去治療咁樣啦。第二樣嘢就佢可以合化咗個五行。而喺《黃帝內經》入邊嘅五運六氣咧，亦都會講咗，當五行出現過度嘅克制啦，或者不足嘅時候啦，佢會有呢四種嘅狀態，就係勝伏屈法。咁當中咧，亦都會有涉及一啲嘅針灸方法，去可以調整翻呢個五行嘅平衡嘅。我呢條影片就到結尾啦。咁我希望呢條影片咧，可以幫到學習緊針灸嘅人啦，就知道原來學習傳統經絡針灸需要注意一啲乜嘢嘅細節啦，或者你已經係學習咗傳統嘅針灸，希望去學習其他特色針灸嘅時候，咁對嗰個理論，例如係詮釋理論、八卦理論啊，或者係一啲時空針法嘅理論啊，有一個基本嘅認知先。然之後我會稍後會繼續陸續推出一啲嘅課程影片啦，咁就嗰啲影片就係唔公開㗎喇，就可能要收費嘅。咁但係就會再講得比而家呢個課程更加詳細咁樣咯。咁就如果有興趣嘅就可以歡迎就同我留言啦，或者報名咁樣啦。咁就多謝大家。